那钟老呢，对原住民的呈现呢，它有很多的呢是在处理那个历史的事件啊，尤其是那个日本的那种理番政策啊，理番我们讲起来好像是很好像理所当然，但是其实对原住民来讲非常的残酷，非常的残忍。那钟老呢，对那些的处理呢，他就非常的能够感同身受，因为他们是被欺负的底层的那一层，非常的可怜。钟老去并苗在淡水庄并苗去转到个别家个地方去咧，嗰時要爽頭咪拄落嚟睇下路啊，家爸做一隻舊種冚咩舊種啦，一隻舊條子出嚟啦，然後教務主任咁樣嗰啲原住民全部穿準重機啦，咪請家爸伊個鋪落，去食酒啦，鐘老就會落去咁樣，佢就會接觸到嘅原住民嘅後生人嘅接觸到原住民嘅老人家，一種我對原住民是講，佢哋係誰來引導誰冇講好，你唔是講嘅啦，佢哋因為講，你原住民前瞬間啊，尤其加講兩人不盡心嘅東西啊，加咪提到，佢係前種嘅一單順嘅啦，你感覺一行人沒有多少呀，用前種啊。總應的奴才咁樣啊！創片是變形是也是無啥事件咯，馬黑坡風雲啦，哈，高山組曲戰火，川中島戰火哈，也是老寫台灣人三部曲強用意思啦，全部寫原住民的英雄啦，呢個種啦哈，啲食材台灣的一隻寶啦，台灣人都咁樣當教我哦。